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，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过活节后的第一主日，阮会当组织做一伙来领受上帝你的疼痛。恳求主你加添开力，互阮亲像早前的使徒共款，当为主做见证的时，阮通好打，搁好打来认救主基督。恳求主来带领赐福，互阮会当伫21世纪的即个多元的社会中间，为主做见证，归荣光伫上帝。愿主你的圣神即粒嘛运行伫阮的中间，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过活节后的第一主日，嘛代表咱后续还阁有6个主日，咱要做伙听候圣神的降临。那照着咱的圣经的记载，耶稣过活了后的50日，也就是伫五旬节，圣神的降临来开始有初代教会。嘛，互侪人会当伫即中间来做伙来彼此服侍。所以我想，咱等下到伫圣经的内底，看见着受难周，看见着过活节，接续都有圣神的降临节，会当伫即中间来，互咱有侪遮的信息来提醒咱。特别伫受难周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耶稣伊忠实伫上帝的旨意。伫过活节的中间，咱看见着上帝大能的手骨来成做耶稣过活的开力，到伫接续圣神的降临，也就是要互每一个人通去服侍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多谢为即书所传咱读的《使徒行传》5章27到32节，这个经文内底就是来提醒咱，使徒甲圣神做伙同工。使徒伫圣神同工的中间，来为主做见证，来见证这个上帝是过活的上帝，来讲起着上帝大能的作为。我要邀请咱，再一次拍开咱的圣经，咱透过圣经的记载，咱互相分享，互相来勉励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在记载伫使徒行传第5章27到32节的即个中间。如果咱若甲使徒行传第5章，咱来看的时阵，咱会当去看见着讲，当时伫议会中间，遮个祭司头来审问彼得甲使徒即群人，其实就是撒都该党的人。如果若照伫圣经的记载，《使徒行传》23章特别节所互咱的一个信息内底，撒都该党的人，因有3个原则，和法利赛人是无共款。这3个原则内底，撒都该党因坚持人无可能死过活。第2，也就是无天使。第3，嘛无相信有灵这个物件。所以对着撒都该党的人来讲，因的主张，因认为讲人无可能死过活，所以因对着彼得，包括遮个使徒伫众人的中间来传讲耶稣过活这个消息内底，因非常的愤怒甲生气。咱爱清楚知影讲，撒都该党的人伫新约的历史中间，特别伫福音书的内底，因是一群有权力的人。因有权力，会当动用伫公会、议会即款的权力来掠人。所以今仔日咱看见着彼得甲众使徒掠去到伫公会的面前，然后祭司头就伫遮来审问。总是伫即个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祭司头咧审问。第一句话一困头就来甲彼得来讲起着，阮捌严严禁令，
无得用这个名教示人，恁就将恁的教示变传伫耶路撒冷，要用这个人的血归伫我。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伫这个画面，这段文字的记载，互咱看见着一个威权，这款的恐怖，也就是讲，当彼得甲使徒，互人掠去到伫公会，伫遐接受审判的时，遮个大官，遮个撒都该党的人，因要求彼得甲使徒伫这中间来有表态，要来表态讲，这个代志敢若会使甲袂使，对甲毋对，确实使徒的行为。和大祭司的要求是无共款。咱看见着大祭司针对使徒的传讲真有意见，敢若短短的一个记载内底，咱看见着讲有权力的人，伊错误使用权力，伊将耶稣国外的代志来形容，这只不过是一个道理那者。我相信，对着咱伫顶礼拜咱通过路加福音书24章的经文来看，咱会发现着讲，耶稣国我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对着撒都该党的人，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你会发现着讲，伊讲那只是一套道理而已。意思就是讲，耶稣国我这只不过是一个学说，或者是讲恁人甲人之间的传讲而已。咱会当看见着讲，撒都该党的人，因不但误用因的权力，而且因非常的骄傲。确实，以彼得做头的使徒，面对着撒都该党的人的审问，伫这中间，彼得伫29节，伊来讲起着一句真要紧的话。这句话嘛，真做咱互相提醒、互相勉励的一句话。如果你若现着圣经，咱做伙来读这句话。29节3来，顺坦上帝，较过头伫顺坦人是合宜的。咱再来读一遍3来，顺坦上帝，较过头伫顺坦人是合宜的。这句话来真做彼得真要紧的信用告白。咱看见着伊的信用告白，一开始讲伊是顺坦上帝，伊毋是顺坦的人。所以伫这个信用告白的第30节内底，伊讲：恁所吊伫查理来害死耶稣，咱列祖的上帝已经互伊个活。彼得的信用告白内底，伊来讲起着咱的列祖的上帝。意思就是来提醒撒都该党的人，咱的信仰是同一个上帝。确实，伫咱的解说内底，既然是一个上帝，有无共款的解说，这是一个真讽刺的一个现象。对着彼得来讲，咱通过这句话会当证明讲，伊是一个真正确的犹太人，因为咱的列祖的上帝。就是爱倒来到伫旧约来看，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百姓，因过去经历着上帝的专灵，因经历着上帝带因出来埃及，因经历着上帝伫因中间有真侪只真要紧、有气力、有能力的作为。所以耶稣的国我嘛是出伫同一个上帝，包括耶稣的祈祷，伫马可福音书的记载。耶稣的祈祷，伊家己嘛讲，咱的上帝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就是这个上帝是一个拯救的上帝。进一步来表明，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。这个救主对着咱来讲，伊是一个弥赛亚。所以彼得到32节，伊伫遮来讲，伊讲。各阮为着这个事做干净，上帝赏赐予顺坦伊的人的圣神也做干净。意思就是讲，当顺坦上帝的人会当甲圣神共款来做伙为主做见证。
通过安尼，会当伫相信甲顺服的中间，来得到同一个圣神的感动。所以，为什么咱伫礼拜的中间爱读信仰告别？为什么咱伫礼拜的中间，咱不断咧强调，咱是共一个主、共一个神、共一个水，就是来提醒咱，当咱伫圣神的感动中间，这个前提是伫顺坦上帝的信仰告别内底，来领受共一个圣神所带来的感动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经文到后来33节，互咱看见着为主做见证的人，到尾伊的下场。彼得所面对着的，甲伊的先生耶稣同款，因听了真受气，爱害死因。咱看见着依护真理，咱看见着为主做见证，甲社会迄款所带来的冲突是遮尔大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基督教的存在就是互人误会。为主做工的人，自古以来就是人要迫害，人要陷害，通过安尼来看见着基督教的教义甲俗世的思想拢无共款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我相信咱真侪兄弟姊妹拢看见着一个真关键的一个信仰的行为，叫做顺服。究竟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咱今仔日个经文对咱来讲是一个复习。咱是顺服上帝，还是顺服人？这牵涉到咱的信仰告别。咱是顺服上帝，还是顺服人？对着咱来讲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告别。咱倒来到伫今仔日个圣经看，使徒因为着主耶稣来做见证。因伫迄中间面对着生死的问题，因面对着迫害，面对着即款冲击、冲突的挑战的事。但是对着使徒来讲，究竟真相是啥物？当耶稣互人掠迄时，这个使徒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宣的宣。咱看见着这个使徒，特别是彼得3遍保认主，死亡的关系，互这个使徒因充满软弱甲伦理，却是耶稣的计划，互这个使徒会当因为圣神的充满来为主做见证，无讲袂出。会当伫真理的坚持内底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所以今仔日咱所吟的圣诗553首，甲咱讲为主来做以干净，因光救主耶稣。顺服上帝甲顺服人这句话，正做初代教会使徒为主做见证一个行动的完整。这句话真有意思。如果倒来到伫希腊文的圣经来看，这句话伊毋是咧否定人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来甲咱提醒，人会生活伫俗世的社会内底，人就爱乖乖啊照社会的规矩来行，毋通掠做讲家己是基督徒，我想要变就要变。毋是安尼，是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咱来问咱家己：顺服上帝较赢顺服人，是伫你的生命内底，到底是人放伫头一个，还是上帝放伫头一个？伫希腊文的圣经内底，确实来点出讲，伫传福音的行动的中间，到底咱甲上帝的教导放伫倒一个顺位内底？也就是讲，伫咱的生命的次序中间，上帝排伫第几个？各位兄弟姊妹，自古以来，真侪人拢会摕着信仰来做借口，
然后来发动真侪革命，发动真侪遮冲突。确实，伫今仔即个经文内底，互咱重新来思考。特别咱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咱究竟是将上帝放伫咱的生命内底的第几位？伫今仔即个信息来提醒咱，传福音的行动应该是爱以上帝的教导来掠做头一个。这个行动才通有意义。但是伫耶稣的时代，或者是伫旧约先知的时代，规本圣经咱所看见的是上帝的教导甲俗世的生活遮尔大冲击的时，咱要顺探上帝，较赢顺探人，即款的教导要落实伫咱的中间，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，就是咱敢有迄个勇气来坚持咱的信仰。这个信仰是为主做见证，这个信仰是咱诚实来讲出真理的一个内容。所以伫四福音书内底，咱看见着耶稣，互人误会，互人抹黑，互人批评，互人扭曲。到伫使徒行传的时，包括伊的学生彼得，嘛是同款。我相信，包括后续到伫现在，每一个传教者所拄到的，拢有类似即款的情形。确实，顺探上帝需要勇气，特别咱活伫俗世的生活内底。如果照伫哲学的解说，这个勇气是一种叫做“我无顾一切”。我无顾一切。我就是要安尼做，即款的勇气，这是哲学的解释。确实，倒来到伫信仰的内底，这个勇气是人活伫罪恶的中间，人互罪恶威胁、迫害的时，犹原相信真理的存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勇气也包括咱对信仰的认同甲肯定。伫目前，咱的国家社会的环境中间，勇气是每一个人应该爱需要的。尤其咱不断咧面对着外在遮的欺压，或者是遮的威胁中间。最近有一出电视剧，这出电视剧的名称真趣味，伊叫做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这出电视剧内底，伊来提醒着真侪咱伫日常生活中间，拢会遭遇着即款有关歹的存在，嘛引起真侪遮的场合，或者是真侪遮的文章，拢用即句标题来做内容。但是，我们与恶的距离。又倒来到伫信仰来思考的时阵，勇气确实来成做咱决定即个歹会离咱有偌远甲偌近的一个困难。我想徛伫今仔日个圣经的基础内底，牧师有责任爱通过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互咱知影伫咱整个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咧关心普世的事工的中间，尤其伫这1-2年，咱看见着中国的教会遭受着真侪困难甲挑战。我想大家可能听到中国话的人，可能心内就想讲，为什么会甲圣经牵起到伫遮远的所在？但是咱要知，一间教会的存在是咧做礼拜，但是照着中国政府的政策内底，包括国外遮的媒体一律的报道，拢来一直
有同款的这个内容讲起着中国的态度，就是只要袂当干涉着因的国家领导者无欢喜的代志，所以中国的政府会当来禁止卖圣经，中国的政府会当来烧十字架，中国的政府会当拆教会，甚至来关教会。可能咱活伫台湾的社会，咱感觉讲哪有可能有这款的代志？但是我要互咱所有兄弟姊妹知，咱咧严肃看待这个代志的时，就是咱用信仰的角度来思考。当中国的基督徒受到迫害、受到遮尼恐怖的挑战的时，中国的基督徒当人去甲访问的时阵，因来做出一个信仰的告别，讲当局的镇压要我们抛弃信仰，当局要爱阮放弃阮的信仰，却是阮犹原坚持对着耶稣基督的相信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真恶伫想象讲政府强制教会的可怕，咱嘛真歹去理解伫苦难中做出信仰告别的美好。但是咱看见着有一群人，因愿意将上帝放伫因人生的头一位，所做出这款信仰告别的勇气，是遮尔使人感动。伫德国，咱拢知影讲，伫希特勒的威权的统治内底，嘛伫即中间有产生真侪遮的神学家。一直互我真感动的一位神学家叫做潘霍华。这位神学家，伊当时伫美国咧教册，但是伊伫教册的中间听起着伊的国家。互希特勒安尼糟蹋遮尔恐怖，这个纳粹的这个行动破坏的时阵，伊甲伊所服务的学校辞职，伊转去到伫德国。当伊要转去德国的时，真侪人拢甲伊口口讲：你毋通转去，转去你就无可能都出来啊，有可能去掠去，甚至你的性命会受到危险。但是潘霍华这个神学家，伊伫这中间来做出一个真要紧的信仰告别，嘛是一直来成做牧师伫服侍中间一个真大的提醒。伊讲今仔日我的国家若受到困难，我无转去到我的百姓，到我的兄弟姊妹徛做伙的时，那安尼我伫课堂上所教遮的神学就无意义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相信对着咱的兄弟来讲，咱要有勇气来做出信仰的告别，特别伫日常生活的中间。当这个信仰来对着咱做一个基督徒，爱转来反省的中间，无论伫教会的生活，或者是伫日常的生活，有当时咱真冷静。无法度去表现出对耶稣基督的相信，尤其咱伫服侍的中间，咱常常爱面对着上帝甲人之间的纠缠，却是咱到底爱顺服上帝，还是顺服人？若要讲我更较清楚的。究竟咱是有勇气来顺服得到上帝的肯定较重要，还是要为着人的扑克声较重要？我相信这款的功课一直伫现在的教会来做伙反省，做伙来思考。我嘛要勉励所有的长职，甲所有的同工。服侍爱将耶稣基督所予咱的勇气摕出来，坚持做对的代志。
将上帝的教导来放伫头一个。我的老师一直拢甲我提醒，顺探上帝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靠上帝甲你讲，好搁尽忠的路步。求主来带领咱，顺探上帝较赢顺探人，确实需要有勇气。但是，这个勇气却是对各我的基督所来。那如果咱的信仰个别讲我信耶稣基督，咱就要相信这款的勇气一直伫咱的生命内底来成做咱的帮助。特别伫这个时代需要真理的时代，咱的勇敢、咱的勇气，通成做五望的光灯，互更较侪人欢喜。因为真理的缘故，行伫真理的道路，永生的目标向前来迈进。所以，等下咱所要吟的圣诗，好大好大认主基督，就是互咱会当透过信仰告别这款的心情来吟这首圣诗，互咱会当因为各我的基督，来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充满快乐。为主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，三个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主愿，感谢你，因为有上帝你会过我来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伫日常生活，或者是伫教会生活的中间，互阮通有勇气来面对着挑战甲困难。虽然有当时有侪才会挑战困难来成做阮的威胁，就亲像早前的彼得甲保罗同款。但是阮伫基督的内底，倚靠上帝，坚持做对的代志。阮的确相信，主你要引带赐福，主你的确也早保护。恳求上帝你。也带领阮，通伫这个时代有勇气为主做见证，互阮会当成做好搁尽忠的路步。愿上帝引带赐福，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